继续来看德国航空这个礼拜有一架飞行机要扣来桃园机场的时，这链啊煞熊落去，连带去影响到后壁3座航班。这机场的塔台伫10分钟内就收到3条上紧急的美地讨救信号，加在最后是拢总平安，无造成严重事故。 正边的链落去伫做检修，德国航空这台班机伫七八下晡降落桃园机场的时阵，煞发生链落去，袂少机顶的旅客拢有看到这么危险的时阵。机场公司是随暂停北跑道的起降，维持单跑道运作，搁开始巡检，因为拄仔是航班较济时阵，嘛出现突发状况。Viva 3902 Mayday。 机场跑道受到阻碍，真侪台飞机被迫伫空中时无法度降落，结果引起连锁反应。包括中原航空、香港航空3台航班伫10分钟内发出上紧急的美地救信号，飞机的油挡无15分，好在3台班机顺利引导，到尾是平安降落，无造成事故。拢总有12个航班受影响，前延差不多20分钟内。如果在那个班机上的话，会担心？当然。 怎么说？也会担心他那个出现意外啊。一定会担心的。对啊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说到底多久才会那个降落啊，但是这个燃料到底够不够？ 针对德国航空事故，捌影响桃机的运作，搁出现连续3台航班向塔台求救的罕见情形。机场公司表示，依照航空器失事加重大意外事件调查处理规则，通报民航局标准组、交通部也个运安会等，会持续配合相关单位调查原因。一般我们飞行员会叫 Mayday 情形来讲的话。 就是指已经时间它在空的话，再过15分钟，不管是4引擎、2引擎、3引擎的飞机，所有引擎都会熄火，因为没有油。运安会表示，调查了后，确认当时中原甲香港航空3台航班降落的时阵，备用油拢比最佳备用油量较济，无下国际民航公约的重大意外事件列举范围，所以未立案调查。民航局回应，德国航空是外国籍，若是运安会无立案，就会以航空器所属国家主管机关去调查。若是3个航班敢有符合规定发美地这个信号，已经开始调查。记者采访报道。